各位豆豆深夜書房嘅聽眾，你哋好啊！話俾你哋知啊，我之所以認識呢一本書，其實係林成斌嘅 YouTube 嗰度知道嘅喎。我更加喺寫自閉譜系嘅 Facebook 嗰度分享咗呢一件事，估唔到阿 Bob 回覆咗我，希望喺呢段災後嘅日子，喺痛失朋友甚至親人裏，我哋每一個人都做少少，讓愛流動。自卑感源於各種因素，唔少係嚟自童年。一位公司主管揾我商量有關於一位青年職員晉升嘅事，佢想要提拔佢，不過佢解釋話我唔放心將重要嘅秘密資料交俾佢，我好遺憾，不然我會讓佢做我嘅行政助理。佢符合其他一切必要嘅條件，但係佢太多嘢講啦。我唔想就咁樣俾佢將機要秘密嘅事泄露出去。經過分析，我發現佢多嘢講，只係有自卑感。為咗補償佢呢種心理，佢屈從咗呢一種炫耀自己無所不知嘅引誘。佢所結交嘅人都係出身富裕，都係讀過大學，而且屬於同一個兄弟會。而呢位青年卻出身貧窮，冇讀過大學或者參加過兄弟會，因此佢自覺喺教育同埋社會背景方面都比唔上其他同行。為咗同呢啲人攀比同埋增強自尊感，佢嘅潛意識總係尋求一種補償性嘅心理狀態，提供俾佢一個提升自我嘅方法。佢身處呢一行嘅內部，並且陪住佢嘅上司參加各種會議，會見一啲顯赫人物，仲聆聽一啲重要嘅私人談話。佢透露足夠嘅內部消息俾佢嘅同事，好讓佢哋羨慕同埋稱讚佢，咁樣就可以提高佢嘅自尊感同埋滿足佢被認同嘅渴望。呢位上司仁慈而善解人意，當了解到造成呢一位青年如此個性特徵嘅原因時，向佢講明佢嘅能力有可能帶俾佢遷升嘅機會，並且坦誠告知佢嘅自卑感使自己無法在機密嘅事情上信任佢。當呢位年輕人明白自己嘅問題之後，再加上認真培養信心、鍛煉禱告，最終佢成為公司嘅寶貴棟樑，佢真正嘅才能得以施展。參照我個人嘅經歷，或許可以說明好多少年人係點樣患上自卑情結嘅。我細個嘅時候瘦得好可憐，但係佢好有氣力，參與田徑隊。我健康結實，只係太瘦，咁樣讓我好難過，因為我唔想咁瘦啊，我想肥啊，人哋叫我做瘦仔，我想人哋叫我做肥仔啊，我渴望長得標壯、粗獷而壯碩，我想盡一切辦法嚟增肥，我飲鱈魚甘油，吞吃大量奶昔同埋塗滿奶油堅果嘅朱古力聖代。仲有無數嘅蛋糕同埋批，但係呢啲嘢對我嚟講都係絲毫起唔到作用，我依然都係咁瘦，而且我徹夜不眠，瞓喺度為呢件事輾轉反側，倍受煎熬。我繼續不斷咁努力去變肥，直到30幾歲嘅時候，我突然之間就諗，咦，我而家係咪發福啊？我已經臃腫不堪啦。嗰陣時我又自慚形穢，認為自己太肥啦。最後我又不得不付出相同嘅痛苦，去減咗40磅，先至將自己減得睇起嚟過得去嘅尺寸。再一個問題，分析判斷我個人經歷，僅僅係因為咁樣可以幫助其他人明白呢一種心理疾病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個問題就係，我係牧師個仔。而且總係俾人提醒呢個事實，其他任何人可以隨便做任何嘅事，但係同樣嘅事，我只要做咗少少啫。哦，你係牧師個仔喎，馬上就會有人咁講噶啦。所以我唔想做牧師個仔，因為牧師個仔就應該係乖乖地聽話、優柔寡斷嘅人。我想成為一個硬漢。咁樣也許說明咗點解牧師個仔往往俾人一種唔好相處嘅感覺，原因就係佢哋唔願意總係被逼背上教會嘅大旗。我發誓
有一件事我永遠都唔會做嘅，就係做一個牧師。仲有，我出自一個咁樣嘅家庭，幾乎其中每一個人都喺公眾面前亮相做演講，呢個都係我好唔想做嘅事。佢哋時時將我帶到眾人面前發言，嚇到我要死，甚至充滿恐懼。呢個已經係多年之前嘅事啦。但係到而家喺講台嘅時候，有時呢種痛楚仍然會襲來，我不得不想盡辦法嚟培養與上天所賜俾我嘅能力相稱嘅信心。我發現呢個問題嘅解決辦法就喺聖經裏教導人嗰啲簡單嘅信心原則中。呢啲原則既科學又完善，完全能夠治癒自卑所造成性格上嘅痛創。使用呢啲原則，可以使受自卑情結困擾嘅人發現被釋放、被抑壓嘅能量。喺我哋個性設置障礙嘅，導致自卑情結通常有呢一啲嘅原因。佢可能係我哋兒時受到嘅某種情感上嘅傷害，或者係某種特定環境造成嘅，又或者係由於我哋自己嘅錯誤。呢一種毛病就藏喺我哋個性嘅陰暗角落，喺朦朧嘅過去成咗形。或許你有一個哥哥，係一個聰明出色嘅學生，喺學校嘅成績總係攞 A， 而你呢係攞 C，從來連 A 你都沾唔上邊兒。於是你認為你嘅生活中永遠都唔會好似佢咁成功噶啦，所以你判定一輩子都注定係攞 C。顯然你唔了解呢一啲喺校園外功成名就嘅人，喺學校嘅時候並非一定係攞得高分噶。一個喺大學裏攞 A 嘅優等生，並唔能夠保證佢喺社會上成為傑出嘅人，而喺學校攞 C 嘅人呢，則有可能喺以後嘅生活中成為真正嘅優等生。自卑情結，換個表達就係深層嘅自我懷疑。要消除佢最大嘅秘訣就係讓信心沖日流淌喺你嘅心裏，咁樣將使你擁有一顆謙卑卻又全然真實嘅信心。